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的第1节到15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的第1节到15节。咱每一个版本的页面伫银幕顶悬，咱家己看吼。现着咱来遮参加共读。耶稣吩咐伊12个学生明白，就离开遐，要伫因遐的城教世人甲传道。约翰伫家里听见基督所行的事，就找学生问伊讲：所要来的是你吗？也是阮着问别人啊？耶稣应讲：恁着去，将恁所听见、所看见的，甲约翰讲，就是青面者看见，歹脚者行，太高者清气，臭耳人的者听见，死的人搁活，送养人得到听福音。既若无伫我来，着大家有福气。因去的时，耶稣才提起约翰，甲众人讲：恁前去旷野要看啥物？是路得雨风吹顶担吗？恁出去爱看啥物？是人穿幼软的衣裳吗？恁看，穿幼软的是伫王宫。若是安尼，恁出去要啥事？是要看先知吗？是啦，我也甲恁讲，伊是又较赢过先知。这人就是经理所指的讲，我找我的使者伫你面前的，伊要伫你的头前备办你的路。我实在甲恁讲，负责人所生的，对中袂有兴趣较大伫行洗礼的约翰，总是伫天国的四美事的，又较大意。对行洗礼约翰的时日较淡，天国互人强强处，强的人用力处伊。因为众先知甲律法有参与到约翰的时，恁若甘愿承受，即人就是得要来的以利亚。有耳孔通听的，就听。以上，即是咱要请彭德贵牧师来为咱讲道。彭牧师是前双联教会主任牧师替任外，咱请彭牧师。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受总会团队委员会派我来，为了这个退休传教者无关的主日有机会跟咱大家伫遐敬拜上帝，也对这段圣经内面来领受上帝互咱的信息，大家后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恳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做阮的主，做阮的王。也我你罗卜的嘴传讲拄好的信息，阮听得清楚明白，记伫心内，实践伫生活中间。阮感受到你的听，体会到你的荣光、权柄甲作为，祈祷奉主圣名，阿门。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3主日，听到咱个敬拜赞美的兄弟啊，咱讲起。这个第3主日抬杠节第3主日是宣布甲喜乐。头一主日是期待5望是预言的蜡烛，第1点第2支是伯利恒的蜡烛讲起玛利亚甲约瑟如何准备耶稣的诞生。第3主日是宣布甲喜乐，互这牧羊的人听见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带来欢喜甲快乐。无论怎样，抬杠节上要紧的意义就是互全教会的兄弟姊妹甲信徒来好好反省深深的思考主耶稣来的目的，以及伊的生涯中间伊的一切所做所行甲伊的假事。信徒应该用悔改的心来反省家己的信心，是毋是下伫主的旨意。大先有真水有意义的抬杠节，了后才会当迎接圣诞节。安尼圣诞节才做真正有意义的。早起通过约翰派伊学生去问耶稣讲：你就是约翰所要讲迄位要来临的吗？还是我要等别人？这句话来做咱大家来得到勉励。上帝信息来向咱来传讲。对于抬杠节的时，这句话到底对咱有甚物款特别的启示甲意义？
头枪，咱大家想的就是讲，约翰是安怎样要爱伊学生，找见伊学生去问耶稣讲，你是倒要来迄位，还是讲要去听候其他的人？有人是讲想讲可能是这是为着伊学生来问的，因为伊学生可能伊老师关伫家教内面真烦恼、真失望，所以伊在问讲耶稣到底是毋是迄位要来的？因为伊也以前捌听见伊老师捌介绍这个耶稣，所以是讲耶稣既然是迄位拯救者，是安怎互我老师伫家教内面受到这痛苦？伊到底是毋是倒要来迄个救主，还是我们听候其他的人呢？这个约翰的态度就是讲，即使你若对耶稣有甚物犹豫的时阵，你爱知伊真正身份是甚物？你最好亲自去看，你亲自去问伊。我想约翰若是安尼的时阵，伊的态度是真值得咱去思考的。有时阵人嘛问讲，耶稣真正是救主是无？耶稣毋是咱中国人咱台湾人无信仰的耶稣到底啥？可能咱有时要甲辩论，要甲说明，但是呢，咱辩论无法度互人信耶稣，因为辩论你若赢，你可能受气；你若输，伊讲你毋知影，就搁甲传什么？所以辩论无法度互人信耶稣。约翰无甲伊学生辩论讲，你去问嘛，你问耶稣。所以呢，咱上较好嘛相常，人若伫问什么的时阵，咱甲伊讲，你会当去问耶稣，你会当祈祷耶稣，看耶稣会当做什么奇妙事伫你的心中。你也伫历史的中间，你会当去查考耶稣，那么你会当去看圣经，到底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讲了什么？这款的方法是真要紧的一个态度，我哋去亲自去体会、看见、甲了解，知影耶稣是什么款的。第二项，有人讲可能，约翰找人去问耶稣讲，你是要来迄位，还是阮阁要等别人？其他听互别人呢？有人讲，这可能是约翰已经小可不耐烦啦挡袂牢因为咱在约翰出来传道理的时，真侪人到伊遐去来接受洗礼。咱对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约翰看见真侪人，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到伊遐来要来受洗礼，就对因讲：恁这系独传上帝审判要到，恁俩做会当闪避吗？就用行为证明恁是悔改。毋通了做家己是阿伯拉罕的做后裔，就会当逃避审判。我甲你讲，上帝会当伫石头遐为着阿伯拉罕兴起子孙，用宝头已经下伫树根顶面，既若无结果子的，拢甲伊撮落来，迄角伫迄里。我用水甲你洗礼，表示恁已经悔改，但是伫我以后来迄位要用圣神甲水甲你洗礼，伊比我搁较大，我就是甲伊头尾断也袂堪得。伊手呢摕伫簸箕，要清气伊的切将要收伫即个七寸，若轮到空鼻你就要用，伊要用永远袂灭的火来烧。约翰捌伫传道理讲悔改福音，真人受感动，去遐来领受洗礼。约翰就提醒讲：恁来悔改，你的行为要改变。若无，宝头已经放伫迄个树身，还是簸箕要来清气即个场。但是约翰这个时阵，伊感觉奇怪，那就耶稣伊也无什么行动，伊伫家教内面，耶稣那无想办法来拯救伊，所以伊可能信心在动摇，所以伊就去找学生去问讲：你是毋是我所要来听候迄位？还是我们听候另外一位？是安那无什么行动？耶稣面对住约翰这款的问题。
学术若亲像有人探讨讲，约翰有伫等得不耐烦，有伫失望。耶稣无用安尼来批评伊、论断伊，还是看伊袂起。耶稣颠倒叫学生讲：你转去，将你所看见、所听见遮的就是深暝会当看见，摆骹会当行路，太过会当这个清气世人都告我善用人福音互伊。耶稣无甲伊责备，无甲伊踢笑，也是用正面另外一个话甲因讲。到底耶稣所讲的，甲约翰伊在介绍耶稣，伊到底有啥无相像？还是讲约翰所传的福音，甲耶稣所做的，到底有啥无相像？对到约翰才起了犹豫。有时阵，这嘛对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启示。有时阵，咱若对有人在失望，还是讲有缺点的时阵，咱真可能将伊缺点放大。我要看到简简的迄灵修的故事，讲一位牧师将一个真大张的白纸中画一个黑点，伊提起来问讲：你伫这白纸内面，你看到啥？有人看来看去，敢若看到迄黑点。我牧师中央一个黑点，我也看到啥物？无就黑点尔。牧师讲真奇怪呢，我这张白纸遐尼大张，你无看到，你可能看到迄个黑点。有时阵咱真容易只有看到人的黑点，真侪好的所在咱看袂到。伫教会服侍的中间，咱有时嘛是安尼。别人所做真侪好的，咱看袂到，咱就看见迄黑点。有时对教会足失望。我伫美国时听见一个牧师讲一个譬如的，我听了足感动，甲足意思。伊讲有一个人咧找理想的教会，4个月找拢找无啦。后一日一找到了，足欢喜，因为这个教会伊嘛发现，你讲牧师无好，总结无好，迄个教会总结无好，上落尾伊讲我即嘛找到足理想的教会。总是无偌久了，迄个教会传出一个消息，讲我哋教会本来足理想的，自从某某人来了煞无理想啊。咱知影即句话是咧说明什么？这人干那要找理想的教会家己毋知是毋是理想的人这是真值得咱反省的。但是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甲伊讲，你转去甲你约翰讲，你看见的。你听见的，甲因讲，耶稣讲这是什么？耶稣讲这个是弥赛亚的记号。犹太人因拢知影，约翰知影一句话意思：深暝看见，摆骹会行，太过会当清气。这是普通做袂到的，世人过我，只有弥赛亚来时才做会到。所以耶稣讲，你转去甲伊讲这个，意思就是讲，我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甲你所想的迄个公义的审判有小可出入。你好像等得不耐烦啦，挡袂掉，是安怎？你无紧审判，但是主耶稣要甲因讲，我来主要毋是要审判，我来主要是要来拯救。所以我所做这一切是弥赛亚记号，是表达上帝的慈爱甲疼痛。睇讲这时，咱受着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甲一切，真要紧的一项。耶稣是将上帝听真正确，互咱看见，互咱听见，互咱摸到。这是睇讲这时，咱来了解。安尼时，圣诞节来临，咱才会感觉足感激、足感恩、足欢喜、足懊恼。第三，也有人认为讲，约翰问这问题，是肯定伊家己的愿望甲信心。以色列时看见耶稣，这是伫家家内面会愈受耶稣，愈是要证实讲，伊就是要来迄位。借着学生去查问伊这个问题，是要验证，是来检验证明。伊的愿望是无毋对的，
啊，当然可能心有淡薄动摇，但是伊依然是相信应该是啊，为了好较确信讲伊果然就是，所以伊找跟学生去问，毋是出于这位失望、不耐烦不耐烦的人，是伊目睭那像有迄个五芒的光，来是一个信服。恶劣的环境中间，伊期待重新得到家己的信心，坚定，伊五芒会当倒起来。所以耶稣是答复伊，耶稣所讲的一切，互伊肯定甲五芒。耶稣宣告伊的一切，也是今仔日耶稣继续在做。先提讲这个时，咱接受耶稣基督的来临降生的事，咱搁一摆知影讲，既若对家己甲家己的同胞以及上帝真理，那就深密的人定心来讲看见。既若是骹步无坚定，行歪错，要加强伊困难，行伫正路；既若是念着罪恶会叛变的人，互伊得到清气；既若听袂到的互伊阁听见上帝的声既若伫患难中失去困难的互伊国外困难。有善香的人，当不有就是承受上帝的主爱甲伊的丰盛这敢毋是也是咱所需要的？你是迄位吗？还是我们当其他的人呢？通过这款的探讨，也互咱有所学习。当约翰离开，约翰迄个学生离开了后，耶稣就来肯定约翰。伊无讲这约翰有够差劲安尼人来问这款的问题对我无信心什么你是毋是迄位，还是我们东北位耶稣无安尼。耶稣伫第7节到第9节的所在，约翰离开了，约翰的学生离开了后，耶稣群众讲起甲约翰讲：恁以前去旷野是要看芦苇吗？摇摆摆的芦苇吗？是你要看见穿水的衫诶，若要水的衫伫宫中看。你其实要看先知吗？伊讲是，我讲伊是先知，伊无着性命危险尽伊的先知的这份的。伫世间人所生的，无人比约翰较大。这是真肯定伫约翰的学路。毋然呢，我进一步第10节到11节的所在安尼讲。伊就是圣经上所提到的迄位，上帝讲：看，我要找见我的使者来做你的先锋，伊要为着你来开路。进一步第11节讲：我实在甲恁讲，伫人间无有比约翰较伟大。这个所在主要就是讲，耶稣毋那是先知，伊国家是甚物？是弥赛亚的先锋。是讲，伊是指路标指路标伊是弥赛亚先锋，是指路标。意思是讲，通过伊指引伫耶稣基督。无论伊传的福音，伊有2个真要紧的介绍。一个就是讲，对我到要后面来的比较较伟大，我甲伊偷下也袂看得。伊用圣神，我用水甲恁领洗礼，伊要用圣神甲血甲恁洗礼，这是对耶稣的介绍甲指路标。第2项，伫约翰福音第1章29节讲，伊介绍伊的学生将耶稣介绍伊学生讲，看上帝幽谷拄起世间人的罪，这是真要紧的一个介绍。约翰人来到伊伊是指引伫耶稣，了后旧约中间，因为得到赦免，是要用羊的血、牛的血，放进入至圣所，伫约柜的挂顶面，血抹伫遐。圣经讲，
上帝看伊的血就赦免因的罪，所以犹太人将这个约柜罐叫做施恩座。上帝伫遐施落恩典给因，这是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5节伫遐所写的。啊，所以伊是指路标，就说明讲正确来介绍耶稣是什么？上帝的羊羔。旧约时阵羊羔会流血，为因来赦罪，但是呢，因一再安尼做过，一再犯罪甲失败。落尾，上帝通过伊家己的囝耶稣，伊是上帝羊羔来拄起世间人的罪孽。保罗上界会当安尼来解释，因为这耶稣嘛讲到约翰为止，人是努力入去天国，啊，但是伫天国内面上微细比较大。伫遐说明讲旧约人是靠着行为守上帝律法，要得到称义。这上代表就是保罗。扫罗伊要被拄着耶稣以前，伊拢看家己是足有义的人，伊是守律法，伊是法利赛人，伊是足好的。啊，甚至伊迫害耶稣、迫害基督徒，伊看就是服侍上帝。但是伊拄着国外的资料，伊才知影讲伊唔对啦。伊才知影讲原来我是罪人，以前拢看起别人是罪人，伊是好人，伊是义人，总是碰到主耶稣基督了，伊才知影讲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亏，罪人就上差劲的。罗马书第7章的中间，伊做一个信用的个别。伊讲我立志行好，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想要做的好，我无在力去做；我无想要做的歹，我偏偏去做。7章24节到25节讲，我真正艰苦，什么人会当救我的身躯？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就会当。所以保罗这款的见证。都是亲像耶稣甲约翰所讲的，到约翰为止，伊是上伟大的先知，拢靠着努力进入上帝国，啊，伊是食真好的一个，当时接落去，伊讲总是迄个天国内面上微细比较好。这个所在，伊在讲耶稣讲，耶稣的约翰是指路标。啊，教义指向的耶稣，这互咱一个真要紧的启示。咱所做、咱所行的，尤其有人在做见证的时阵，做见证不是在夸耀家己，不是讲我足够。见证是讲我也未信主以前是怎样，信主了我变做什么款，迄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伫我的心上。咱所做一切，若互人学落好的时阵。唔是停伫我的身上，所以只用伫耶稣，是因为耶稣拯救我，我有上帝活命，我活出这款的行为，是因为耶稣伫我身上，圣是伫我身上所做的，伊互我有上帝性情，那是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好。我未记得多一位迄个姊妹哈，好像是张晓峰还是什么呀？然后那个欧罗讲：“哦，你足好，足好，足好。可惜哦，你一项无好，就是这个时代你讲信耶稣啊你。伊讲哦，即使我哪有什么好，是因为我信耶稣。这个真要紧。伊个欧罗讲：哦，你信足好，足好，足好。这就一项你。”对啦，伊是介绍给学生啦，讲你着学张晓峰，伊什么足好足好足好，总是干一项你莫学啦，莫学信耶稣啦。张晓峰听起是讲，即使我哪什么你讲的好，迄是因为我信耶稣。这就是指路标。咱基督徒哪有人讲咱什么好，唔好洋洋得意讲我遐真好，我真高，应该是闭嘴指路标，指引伫耶稣。约翰福音内面有讲到新约，
威廉巴克的解释讲，信仰不是超自然的代志，才是信仰。实事若超过自然的代志，才是信仰。安尼上帝作为愈来愈少，因为这些代志吼，科学愈会当说明，医学愈会当说明，安尼上帝会当做信仰愈来愈少，敢毋是？哦，其实信仰意思，毋是只讲迄超越伫迄个自然界代志叫做信仰。信仰意思，伫吼约翰福音，包括咧牧师解释讲，迄叫做 sign 是记号，一个人叫做拯救。迄个10个人太高，互耶稣医好了，只有一个人倒转来。迄9个人医好啦，对人看是信仰，但是对耶稣的目睭来看是，对于9个毋是信仰，只有对一个是信仰。因为迄个人感受到啥？上帝的疼。迄个人倒转来伫耶稣面前感谢伊。信仰是啥物？信仰是代志发生。伫咱成就的时阵，只用伫上帝。我感受到上帝作为，我感受到上帝疼，迄是信仰真正意思。所以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通过伊只用伫上帝，这是真伟大的点指路标。3基督徒嘛是相像。咱伫教会服侍所做一切，伫厝必灵的中间所表现的一切，有人在学乐的时阵，毋是停伫个所在，我感觉我足好，是只用伫耶稣基督。这是咱台港这时所要学习的。上落尾，主耶稣讲一项真奇怪的话，伊讲对，伊是上伟大的先知。对人出世无一个比较伟大，但是伫天国内面上美世嘛比约翰较伟大。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因为有关自然先来诞生的画面以外，耶稣所要表达的伫圣灵来生的。约翰是徛伫新约时代的门槛吼，固定啦。伊宣布这个新约的时代要来临，伫耶稣成就时代已经来了。约翰是旧约时阵最后一位伟大的人啊。某一个角度来讲，伊是靠着努力进入，还是受苦修炼的影响来进入天地国。但是对耶稣的成就是具体化新约。是这恩典的约，是这个新的、全新的物件。这对耶稣基督本身，上帝国度已经来临。他都讲，约翰讲，看上帝有光，拄起世间人的罪。神学上有一句话讲，叫因信称义。这句原文的意思，希腊语不是因为你相信，所以称做义人。迄真正意思是讲通过咱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算咱做义人，毋是咱必做义人，是因为上帝算咱做义人，咱也袂堪得上帝算咱是做义人。所以无完全的我，内面有足侪矛盾的我要救这个身躯脱离死，所以我头壳顶接受耶稣的保费。上帝伫我头壳顶看见上帝样歌，安尼上帝算咱做义人。迄段故事足趣味，足有意思。我的顶面上帝样歌，上帝看见咱头壳顶有上帝样歌，耶稣的血算咱做义人，这叫做恩典。圣诞节咱上欢喜的点是啥物？报人世间人，毋是搁靠迄个修行照良心。足侪宗教人都讲，我照良心去做就好了。但是，从一方面安尼讲的是，另外一方面家己审判家己，讲世间哪有良心的人啦？一个死去啊，一个还未出世啊，安尼足矛盾啊！安尼是讲世间无一个是有良心的人，
但是佫讲照良心就好啊。安尼说明什么？说明讲，咱就考虑你家己的好所行一切，是无得得救的。所以圣诞节到的时阵，咱足欢喜的宣布，迄个喜乐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咱毋是佫靠咱家己，靠咱家己的钱就保罗伫个所在，立志行好，由不得我；行出由不得我，我真正艰苦。好消息是什么？对大了后，毋是靠着咱家己，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圣诞节迎接主耶稣来临上要紧的点。所以结论来讲，伫开讲这个主日，借着约翰册卷记耶稣所问的话，以及去探讨了解假设的约翰问这个话的动机，耶稣来指出约翰是弥赛亚先锋，指出新的时代来临，带予人类新的活命。当开讲这个时阵，咱也要好好来反省，咱是毋是确信耶稣就是迄位来拯救咱的？毋那是确信，咱个爱经历，咱来经历，毋是头壳相信，爱经历这位主耶稣基督，伊就是来临的迄位救主，互咱活命真做无受伤。所以后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你抬讲这主日时，阮就反省，反省什么？我反省耶稣你是果然来的迄位，还是我就犹豫讲，我要等另外一位呢？约翰这学生去问的，这对话甲内面的意义来帮助阮重新确认，你就是来的迄位救主。阮在迎接你，当我有这款的确认，也在我生活中间有这款经历的时，我迎接主耶稣基督会降临的圣诞节，会真做非常的水，非常的好。阮感谢你，按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